个卡努风台来到上届届。嘉南和平岛的公园，即卖已经现大灯影了。详细状况，要请记者嘉莹甲咱报道。嘉莹，请讲。 好，主播记者呢，现在就在基隆的和平岛公园，可以看到呢，目前在这边是没有下雨的状态，但是呢，风是蛮强劲的、哦。这边的阵风呢，最大是来到了6级的阵风。那也可以看到呢，在海边是已经掀起了长浪的状态，因此呢，这个中央气象局是在昨天晚间来发布海上警报。那也可以看到，在现场这个海巡署人员也来针对这个想要去海边的民众或者是钓客来进行劝离，让我们看一段稍早的画面。卡努台风海上警报已发布，基隆市政府依照灾害防救法，将此处列为管制区域，西门尽速离开。如果不离开，我们将依法函送，可裁罚5到25万罚款。西门配合。 中台卡努持续往西北西移动，中央气象局最快在今天下午5点多将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预计呢，在明天中午暴风圈就会接触到基隆、北海岸以及宜兰的北端。而现在呢，在这个北部的海边已经掀起了长浪哦，因此提醒民众不要再前往海边，跑到管制区内，避免发生危险。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的情况，主播。 Hello， 我是郑慧良。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